この小学校の畑にはいろんな野菜が植え。和顺国小6年级的学生在彩金文教基金会的经费补助下，持续进行科技创新、永续教育推广，再次与日本小野小学校的师生进行视讯交流，分享这学期在学校种菜头的心得，更进一步从田园种植分享到餐桌料理上。白萝卜切碎，步骤2：打入蛋、盐、白胡椒粉。这几次交流，我们了解到了台湾和日本的文化。我觉得这种交流非常好，既可以了解到台湾的文化，也可以了解到日本的文化。和顺国小推行食农教育，带领学生亲手栽种各种蔬菜，并透过交流与小野小学校分享生物防治病虫害的心得。特别有趣的是，种植萝卜遇到了蚜虫，学校的小朋友也进行了 PBL 研究，然后跟日本学校的小朋友一起来交流讨论如何防治病虫害。那这边特别感谢孟平老师跟彩勋老师，还有彩金文教基金会的挹注，让我们可以做台日的交流。我们6年2班以及6年6班的小朋友跟小野学校这边来进行交流的时候，我们小朋友先介绍了我们南青桃园的农园，里面种的这学期种的是萝卜，也分享了萝卜的食谱，然后跟小野学校的小朋友交流，然后甚至我们还到了厨房去将厨房的内部，然后怎么去清洁，以及怎么去进行料理的过程，然后分享给小野学校。那我看到小野学校他们在家政教室制作的萝卜丝茶，以及日本有名的关东煮，跟我们台湾的小朋友做分享。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食农教育，那也是一个很棒的国际交流。和顺国小的学生在竹中温雄先生以及心仪老师的带领下，教了学生利用 AI 软体制作卡片，将大根的祝福卡片寄到海洋另一端的小野小学，为这段难得的国际友谊留下纪念。记者张硕维采访报道。